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号公司台语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一开始来看美国南加州伫当地时间初四早起10:33，台湾的时间今仔透早1:33发生大地震，震央是位伫莫哈维沙漠，离洛杉矶东北方大约240公里。美国地质调查局一开始是表示，地震的规模是6.6，后来修改为6.4，也毋过这是20年来当地上强的一届地震。The last time we had an earthquake in Southern California above magnitude 6 was 1999. The previous decade had about 8 magnitude 6s. So this has been an extremely quiet, abnormal time. This type of earthquake is much more normal. 伫地震发生后，有厝烧起来，加州的民众将影片传到面册，统计火烧厝佮需要医疗救助的紧急事故，至少有24件。为加州的洛杉矶到上南边的墨西哥的南部，拢有感受到地震。当局是预计应该袂发生苏纳米，也毋过地震学者是警告，未来这几天附近嘛阁会有地震，甚至规模有可能会阁愈较大。继续来关心中研空服员罢工进入第16天，工会今仔透早5点发动苦行活动，为桃园的南崁要一路行到总统府。现场有50位空服员应该报纸熬成一马来敲说中研公司是真阿爸。空服员苦行，长荣航唤醒，长荣航唤醒。中研空服员提用报纸作为模型，顶头写中兴航欢迎空服员苦行，考试中公司真阿爸。差不多50名空服员甲家属队伍，透早5:40，为桃园南崁罢工坪出发，要行到总统府。我们可以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自由，大家都有自由发声、抗争，去调整自己的劳动条件的权利。所以，我们从今天的南崁长荣航空前的罢工棚，靠双脚步行到总统府前，然后希望向您表达我们的决心。经过2摆正式协商了后，工会表示到目前为止，中央航空也未讲下一摆正式协商时间。进前伊嘛一人一批写配合总统，这摆选择用行的到总统府请愿，估计要行10点钟，在下晡3点到总统府。要争我们这个尊严，要反威权，所以我觉得不管再怎么辛苦，我们今天就是要把它走完，一定会完成苦行这个活动。我们觉得从用步行的方式走到现场，其实是一个更具体的表现，所以我们才会有安排这样的行动。工会讲，下伫开刀伫陈情书和总统府，希望总统听到因的心声。暗讲体谅总统真无闲，未要求随做回应。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今仔的报纸重点，《苹果日报》台东囡仔的房册屋创办人陈俊朗，曾因为心脏病过身享年55岁。伊少年的时阵行唔对路，中年浪子回头，到台东去创办10间的厝屋，每年照顾300外偏乡的囡仔中乡过身，互真侪人拢感觉非常无感。联合报来看，有一个女子去年被指控连续2天对97岁大官泼冷水，佮喷砂糖开糖剂后来大官嘛过身遭1审的判决，法院是认定被告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所以判无罪，也毋过必须要到医疗院所监护5年，案件会使佮上诉。再来看《自由时报》，香港6月初开始反送中的抗议，一直到今仔甲香港政府发生真侪届的冲突，初三为止有71个人因为反送中的抗议被抓起来，其中有13个人是伫7月初被抓起来。香港泛民主派的议员毛政是真烦恼香港警察一直抓人，恐惊引起愈较侪暴力的抗争行动。继续来看，昨透早伫自强号顶头有乘客台视警察李成汉，伊嘛宣告不敌，和社会大众是真唔甘。这名嫌犯已经向移交台人罪移送法办，嘛传出伊有精神的疾病，也毋过详细原因，警方搁会调查。
拄乘客翕的影片，当看到挂目镜细地查甫人甲警察的巴肚堵两下，啊，毋过警察嘛是真勇敢，冲过家己的手抓掉咧，避免伊阁伤着别人。落尾嫌犯虽然去用制服，啊，毋过警察回流伤济，送病医疗嘛是无救倒转来。清晨3点多送到加护病房，接着继续在急救。那一直到今天早上7点35分左右，病人的血压、心跳又停止，所以又开始急救，一直到8点10分才宣布急救无效。代志发生伫初3暗时8点外，54岁姓地嫌犯无买票拄台南就车，伫车顶去用发现了后，佫拒绝补票。列车长原本要求伊伫家己落车，啊，毋过嫌犯煞开始伫车厢内底起戏剧，尾啊，干那会当请警察就车来处理。要求他到嘉义下车啊，他说好啊。然后到嘉义的时候，在内车监视的时候，他一个人就跑到第4车去咆哮啊。临时接获通知，我们就派一个人上去。当时也没有告知我们那个状况，那歹徒是临时从他的背包里面腰包拿出利刃。代替甲铁路警察拢无受到讲乘客出现攻击的行为，因为公务死去的警察李成汉，后礼拜才打要过25岁生日，是去年为伊的后生出代志了，爸爸甲妈妈拢无法度接受，希望讲司法会当主持公道。啊，毋过54岁姓地嫌犯去用以杀人甲妨害公务罪移送的时阵，一直黑白骂。嫌犯的太太讲，因为忧郁症嘛跪来替伊回息的。因为知影足久无食，伊即摆因为迄个经济压力大哦，足久无食，病起来。台南市社会局调查，嫌犯嘛是中价收入户，甲太太拢共款有忧郁症，啊，毋过太太继续看医生食药啊。嫌犯敢是因为经济压力无爱开钱来看医生，搁爱等待检方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警察伫火车顶头查票，说红台时，总统蔡文甲内政部长徐国勇昨下晡嘛去念香，表示下晡260人互铁路警察，嘛会增加适合伫车厢内底使用的电棍啊，代替深夜工会嘛，呼吁代替爱增加防身的设备，强制无票的旅客袂使入站。同时列队敬礼，送因公顺捷铁路警察李成汉离开病院。很可惜，失去了一个好兄弟，他好像是我儿子一样。原本伫该车站伫勤顺路，却因为排街补票纠纷而无名，同事未当接受，也真唔甘。蔡总统甲内政部长徐国勇下晡去致辞，宣布晋升李成汉为巡官，付赎金1900万，也加强警察伫勤安全。会来又好好的检讨，让我们这个远景在执行的时候能够有更安全的执行职务的这个环境。在我们10月，我们的警专的还有我们这些新的警员进来的时候，我们铁路警察局会补充260名左右。铁路警察局将优先补充人力，避免有一个人伫勤的状况。对当时李成汉无使用枪，徐国勇也澄清，并是路警无配枪，而是车顶大部分处理纠纷加上空间较细，用枪有其他顾虑。会检讨是毋是要电击棒代替3夜工会前回，代替应该先废除无票进站。无票上车造成的纠纷是最多的因素哦，所以我们也希望铁路局可以严格的执行不要有无票上车。铁路警察最后配置伫大车站有种放假就车支援，车离开的时阵，列车长必须家己处理。因此配一支防身的棍啊，工会也希望佫增加防射龙的喷雾等装备。记者综合报道。警察红台的案件嘛，引起大家关心。警察执行任务时阵的风险，特别是伫车厢内底空间真细，拄到攻击，得爱看个人的反应。有警察表示因身躯拢有枪，只是伫铁路顶面用枪的时机规定了还严格，因为惊去弹到其他的旅客。这名民众摕着武器甲警方对枪，非常危险。警察使用电击枪成功将人制服。特别是这份警察队展示平常时敌勤的装备，不只有警棍、加速喷雾，也有电击枪，又个挂着警用枪，暗过强调，不是万不得已被使用。手枪的部分如果这个歹徒他持有的武器确实是很具有杀伤力的我们可能就会使用比较杀伤力的这个警枪来做一个反制。
用清司机有大敏感，其实交通警察上清楚，因为平常时主要拿检勤务都是酒测，有当时拄到心智无清楚的醉汉来呛堵，按个面对暴力攻击，只好使用车顶警棍，除非拿检对象车顶有枪，或者是进行毒品办查勤务，才用枪。平常时交通处理是一个人作业，假使遭到凶凶攻击，风险是袂小。譬如说在取缔交通违规的时候，是比较容易一个人在做一个执勤，有遇到如果说有民众拿枪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危险。他们巡逻一定是2个人，但是我们今天去处理事情的这位员警，他是备勤上去处理，那备勤他就可能只有1个人上去，这个部分可能也是之后可能要再加强。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表示，铁路警察地勤拿检身亡，显示警方人力配置无够以外，也爱检讨平常时勤务训练是不是实在。因为临时性的杀人事件，互人是真歹防止。警察地勤安全训练强度，恐惊需要搁再提升。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天气方面，今仔各地温度大约是32度到35度，中昼若属无落雨，天气会真热真热。这种热人日头赤炎炎的天气，全台各地紫外线的指数拢会偏高。来看上新全台湾的紫外线图，会使看到全台湾各地紫外线的指数拢是偏高。除了台南、高雄市、柑仔市高亮级，其他各地拢是红色过亮级只要伫日头下骹起来20分钟以内，都有可能会拍伤气象局是建议早起10点到下晡2点，唔通去外面活动，台东甚至是紫色的危险级，出去外面爱多来补充水分。另外，佮看温度，受到西南风增强影响，为南方吹过来的西南风带来较烧热、嘛较湿的水汽，佮拄到对流是真旺，所以一直到11后礼拜4，全台湾拢是无介稳定的天气。一礼拜休困若是准备要出门去佚佗，爱有落雨的准备。中南部嘛有可能会落大雨，沿海地区雨会佮愈较大，爱特别注意。北部宜兰、花莲、台东下晡嘛会有阵雨。继续来看中国辽宁省的开原市初三暗头熊加起光雷风所以是真侪车跟物件拢互光去上上天嘛造成6个人死亡，有190人轻重伤。画面内底林光峰一路向镜头刷近，中国辽宁省开原市3号的暗头5点外，熊出现了林光峰扫过市中心，当地真侪车辆、机械甚至是电火条拢互卷起来，造成真侪人的死亡加轻重伤。中国气象局分析是因为有冷雾系统在东北地区面顶外走。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低压环流系统，持续的时间大概已经有1周左右的时间了。这个冷涡呢，除了给东北这一带制造降雨之外，同时也会带来非常频繁的强对流天气，而龙卷风恰恰就属于强对流天气的一种。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连光风降了15分钟，造成差不多3600栋的民体受损，受灾人数共约1万人。嘛，后当地开原经济开发区严重受损，目前真济地区是无水电通用，当地政府已经组织各界的救援队伍，差不多1000人来进入灾区救灾。同款受到天候影响的日本九州，目前也是继续落雨。对儿岛各地传出有饮水土石流的灾情，各民众因为土石流失踪，互居民完全唔敢回去厝住。ガシャーとか心配します。ここにずっと住めるようにした方がいいなるのかな。ちょっと考えなきゃいけ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目前，鹿儿岛甲强基当地有正8栋的建筑泡水，也是遭到土石流毁坏，阁有河川的爆花放弃。气象厅呼吁，虽然黄酸雨的方面有豆豆向北边刷叮当，也毋过预估到6号为止，九州地区有缘会继续落雨。伫日本东海甲关东地区刷落来的正日方面的影响范围，这2个地区民众爱加较注意。记者陈世东报道。再来看立法院今仔日三读通过《政治档案条例》立法，规定民国34年到解严为止这段时间，若是政治政党拒绝甲档案移转或做国家档案，相当会使罚500万；若是造成损害还是暗藏，相当会使关5年处转会是强调，为了找出历史的真相，推动转型正义，这是真重要的一步。政治档案条例草案修正通过。
争议真久的政治档案条例立法，被暗暝时阵三读通过，明定法规主管机关是国发会，定期时间是1945年8月15到1992年11月7日为止。但是政党也是扶持组织，拒绝政治档案移转做国家档案，相当处500万罚款。若是废掉暗砍政治档案，会当处5档以下徒刑。不过对这起调查协商到下晡的大院表决，哪里自头至尾拢无共识。立这个政治档案法，要强行征收或者没收这些政治档案，我要跟各位报告，有违宪的余地。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你哪一些莫名其妙理由假开放，正在阻挡国民党逻辑，永远是这一套。南亚质疑没收所有档案侵害财产权有危险的记录，电影是对南亚提出的主管机关应该是撤转回，嘛袂当认同。那你如果一定要限定这样子，那就是跟促转是一样喽。所以我们是希望本条例的主管机关要改为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现在他们要把这个重大的责任，这个条例的主管机关要放到他们口口声声在指责的那个机关身上，那不是神经错乱吗？政治档案条例通过了后，未来政府机关必须要伫咧施行日开始的6个月内清查完政治档案，必要的时阵会当延长6个月。政治档案应该伫咧指定的期限内移转做国家档案。若是依照国家机密保护法设定做永久保密者，是暂无移转。邱展会强调讲，政治档案条例对政治档案的定制解密有特别的规范，对还原历史真相有帮助，是台湾推动转型正义过程当中重要的一步。记者综合报道。伫国际场合，中国一直拢要甲台湾压落底。目前伫新加坡举办的国际护理协会大会中国代表就直接伫台顶甲台湾代表的牌仔平面要按砍咱的国旗。外交部佮陆委会嘛拢已经提出谴责。国际护理协会大会即将伫新加坡顶球，佮见到中国打压台湾，以何必目色？各国代表齐行上台，中国代表吴英雄向一伸手，直接越过美国代表，将台湾护理协会代表名牌变过，意思为了遮到名牌顶悬印有中华民国国旗。国际护理协会就通知我们说，中国这边有递交他们的抗议信，就提到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那希望我们出去的时候要把台湾后面要 come on 再加一个 China， 那当然我们听到了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但前面表示，早伫大会前一礼拜，主办单位就受到中国打压，要求将台湾护理协会国籍改回中国。在咱的严正抗议之下，才有平等参加的代表性。外交部不止强烈谴责，并伫第一时间协助捍卫民间团体参加国际交流平等地位。陆委会也对此谴责中国的粗暴暴力。这个举动是非常粗暴无理的。中共在国际上一再打压我们的活动空间，更矮化我们的主权地位。台湾绝对不接受，也不会屈服。国际护理协会已经110年，台湾护理协会是正式会员国，排名第11名，每2年拢会参加这场国际护理学术交流。记者综合报道。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昨开始，伫开幕典礼，上海市长应用提出两花一家亲台北市长郭文德致辞的时阵嘛呼应，伊强调讲两花爱维持互动。乐团今仔郭文德会甲各台办的主任刘杰一来见面。台北上海双城论坛10周年，今年以创新合作未来为活动主题，台北市长郭文德甲上海市长拢参加会议，应用伫致辞时提出两岸一家亲。台北市长郭文德也回应表示，秉持两岸一家亲架构的互相关切，互相爱交流互信，继续在增加善意。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亲望亲好。我们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持互信的态度及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彼此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互相谅解。只要有利于增进双方人民福祉，只要有利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身为台北市长的我，都会尽最大努力去做。郭文德维持一贯两岸论述基调，拍出安全牌。伊表示，一切会以台湾利益甲人民福祉作为上重要思考的原则。
下晡国民体各甲台湾青年创业家对谈，并访问上海第一间结合创业科技创新金融服务的湾区科创中心，也佮甲台湾企业蓝桥集团参观食帝王酥。这个是帝王饼哦，市长不是帝王酥哦，市长帝王酥不是帝王饼哦，帝王就是酥了。这个是谢谢。吃起来觉得怎么样？还没有时间回去。市长，请看一下这边，王市长。真欢喜食到帝王酥，也难免互人联想。国民体这段双城论坛，两岸必可敌，甲2010总统大选的关联性。而为了感谢各方斗3天双城论坛顺利举办，国民体也伫暗时特别举办答谢宴，也将彼此具有成效的城市治理经验带回自己的城市，参考应用，有助于提升双方市民的福祉。晚间结束，第2天行程，明天最重要的重头戏就是传出下午柯文哲会跟国台办主任刘捷一会面。对于这项传闻，刘捷一今天回应表示，会，一切都会明了。而陆委会也再度重申，柯文哲若要跟中国重要的官员会面，变更行程，一定要事前向内政部提出补件申请。记者王巧智、谢振林上海报道。张总统蔡英文到新北市的三重埔拜拜，伊嘛将对高雄市长韩国瑜伫国民党初选的发表会表态支持迄电，批评蔡政府失德比欠电还严重。蔡英文是讲这个比喻是真无妥当，嘛强调台湾并无欠电。总统蔡英文4号早起到新北市三重埔新市宫来参拜。啊，毋过新市宫的董事长李乾隆，同时嘛是国民党新北党部主委，是毋是来踏着因的地盘？蔡英文敢若讲是来祈求新民保庇台湾。却问到国民党5位初选参选人拢支持爱用的核电，高雄市长韩国瑜更加批评蔡政府失德比欠电更加严重。蔡英文是反击这款的比喻真无妥当。国民党的政治人物还有他们的候选人对于绿电跟核电的本质都缺乏完整的理解，而且对于很多的资讯跟资料的掌握都不足。我要在这里要很清楚的讲，台湾不缺电国民党5位初选参选人拢质疑蔡政府经济无变好。蔡英文讲5月报税，人民对减税感受真大。国质疑郭台铭讲无少着把财产拢摕出来，嘛要做6岁以下的囡仔国家来市的证件，无应该把家己的家产摕出来讲。0到6岁由国家全部负担的话，确实是一个财政上不可承受的负荷那但是这个跟个人的家产是无关的外团立法院修法管制退休的将领到中国，是因为执政党无信任着国军。蔡英文质疑放话的人是毋是有代表国军的身份，嘛强调对国军是真有信心。啊，毋过过去有案例，即嘛是甲规范做较严的。记者欧文良、陈佩瑜新北市报道。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昨到高雄，甲高雄市长韩国瑜伫网络开讲。王金平今仔嘛准备要甲郭台铭伫网络开讲。王金平讲的是谁个副总统的人选呢？伊并无表态。郭台铭是讲任何的合作拢有可能。到底谁要配上风声是真济？朱立伦是批评蔡伯特别开始做民调，实在唔通搁乌白讲。现在这是叫名的，非常有名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甲高雄市长韩国瑜直播来食高雄好食米，即马是国民党总统初选的阶段，敢有要表态挺韩国瑜，双方拢强调讲直播无讲政治。今天我们来开直播，以王院长讲话为准，好吧？好，谢谢。我们今天不谈政治啊，今天不谈政治。韩国瑜无想要讲民调，但倒是表现出甲王金平的关系真好。王金平过来东乡嘛，互人特别关心，敢有可能来担任副手，还是讲甲别人来配？表示讲迄拢是别人的意见，伊家己的态度就是要参选到底。什么配那个都是这个别人的一个看法而已哈，这个都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干嘛这个时候要去回答这个问题？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初五嘛要甲王金平来直播，敢有可能郭王配是大家拢真关心。郭台铭嘛强调讲，王金平是哪样想要胜选，袂当欠缺的资源。任何的合作的方式都可能所以我想这些事大家给大家报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他是我想任何人想要胜选都不可获得资源。
贵台面无甲话打真的，啊，毋过针对民调进程一直传出贵王配也是贵猪配，将新北市长朱立伦美国黑拢是谣言，认为讲毋通个黑白画声。我觉得这完全是谣言，也不要放话，因为下礼拜就要做民调了，我有信心会稳稳的赢。朱立伦对家己真有信心，嘛继续甲贵台面讲要提出家己的财产来赴联会、智达会、互国家市的讲法是一直修正，而且佫讲有可能会去达到贿选的红线。民调开始进程，各定牙的车票嘛开始出现。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7月初4美国国庆，今年是真无相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阅兵典礼哦，坦克、战机拢出动。活动伫台湾时间早起6点半开始，保证川普伫林肯纪念堂来演讲哦，嘛拍破总统无伫国庆发表政治谈话传统。The First Lady and I wish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a happy Independence Day. And our nation is stronger toda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It is its strongest now. 伫河中，川普先伫林肯纪念堂发表阅兵前的国庆演说。其实去年伊就想要伫国庆阅兵，不过因为费用伤贵，各总爱9200万美金，差不多新台票2亿8千万，可以取消想法。想袂到今年毋拿阅兵，佮要发表演说。这嘛是我70年来第一个发表国庆演说总统。美国军方高层花了这场演说，会变做川普替每年选举造势活动，包括国防部高层、陆海空军、甲陆战队4个参谋长全拢未参加。为着要看大阅兵，广场前拢是人。M1 战车、M2 战车、波音747飞行机、F-35战机，拢伫咧现场准备好势。啊，那伫阅兵仪式了后，暗时会有过去惯例音乐会，甲放国庆宴会。记者综合报道。香港一连串的抗议行动，互未少人拍算要移民搬到台湾，也是其他有华人社区的国家。其实，伫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2014年雨伞运动，当时拢有造成移民的风潮。一个人行伫闹热台北街头，今年13岁台北科技大学香港教生 Edward 来到台湾读书已经有真长时间了。虽然讲课程将要结束，不过 Edward 却无任何登去香港计划。亲像 Edward 这款考虑未来住伫台湾，也就是移民到澳洲即欧美国家的香港人袂少，主要是因为无想要继续受香港的高经济甲社会压力以外，最近的政治纷争，甲中国对当地民主甲自由价值压迫，可是会因有想要离开香港想法的关键。送中条例真的影响深远。对，就算他有没有通过，有没有撤回，我们还是要开始要想自己的将来要怎么过了。香港人大规模扫到海外，并不是第一摆。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时阵，就是第一波。这嘛是为什么？即嘛香港被少政治人物甲上下领袖有相同国籍原因。虽然无明确的政府统计数字，不过过去10年来，香港因为社会不公平愈来愈明显。厝价凊悬，甲民众不满，中国干预造成人才外流，才是无法度好认事实。啊，那伫5年前的雨伞运动，所有民主抗议活动甲相关诉求，容易失败结束了后，出现第2波移民潮。有移民顾问表示讲，即马话第3波嘛无解远咯。一般嘅大眾市民呢，無論佢自己喺嗰個即係生活嗰方面啊，想改善嗰方面啊，或者醫療方面啊。都係睇唔到有啲咩好嘅一啲短期嘅改善嘅現象，所以佢哋都令到佢哋想移民。而我諗最近嗰個政治嘅環境咧，係加速咗佢哋移民嘅需要咁樣。即馬啲面世界 YouTube 真濟家人移民影片，香港人第一個移民地點，還是有真濟華人社群嘅英語系國家為主。澳洲、Canada、美國甲英國都是熱門嘅選項，其他歐洲國家冇未少人嚟做考慮。啊！台灣雖然這幾年來有愈來愈濟香港學生來讀書，直接提到公民資格嘛較簡單。不過台灣的政治環境則同款有無確定性，真濟人攏各地關幫。記者綜合報道。來看中美貿易戰，最近雖然有較疏解嘅趨勢，也毋過未來發展嘛是真無確定。有真濟佇中國有工廠嘅企業，攏會想辦法來應付。其中台灣嘅腳踏車產業，為了閃避高關稅哦，有真濟企業攏決定要甲生產線徙轉來台灣。工作人員將摩打裝喺電動自行車頂頭，將捷安特喺台中嘅組裝廠，最近後面對中國出口嘅電動自行車徵收反傾銷稅。
加上中美贸易战，美国嘛对中国出口的商品增加关税。世界上大的自行车制造商捷安特决定分散伫中国制造风险，伫台湾成立新的造装线。嘛，伫上海里成立新厂，其他自行车厂商嘛拢调整生产策略。到今年4月，包括捷安特已经有40间公司为中国登来台湾，拢总投资67亿美金，创造21200个工作机会。台湾的电动自行车销量嘛因此成长。销去欧洲的出口量，伫今年第一季成长1.35倍；销去美国的销量则增加78%。安那伫全球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抓到世界趋势，追求创新，佫是生存落来方法。伫中华设厂的乐库马，都研发出全球第一台符合电机安全标准会当拗的电动自行车。我们的优势是在于说，我们的创新设计能力跟人家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研发团队。那我们的车子也都是做一些比较特殊性的，像折叠，然后像sharing e-bike 共享电动车，或像一些 cargo e-bike 那种需要技术门槛比较高的。看到台湾自行车完整的产业链，佮专业丰富的制作经验，荷兰自行车品牌 VanMoof 伫2012年专工来台湾成立分公司，将这发展做设计开发基地，研发出会当追踪、防止强偷走的自行车。We have anti-theft tracking in the bikes, and we do bike hunting. So we actually say if your bike gets stolen, you just report it stolen in your app. We'll find it for you. If we don't find it, you get a new bike. And we have bike hunters all over the world. 台湾的自行车产业早伫1980年代就发展真好，替台湾争取到单车王国名声。这几年来，面对为中国来竞争等因素，各摆面对转型的困难，即摆敢会当突破，而且这指标产业搁一届重大考验。记者综合报道。文化大学教育推广部已经成立48年哦。以早学校是经家母哦，以早是学校的经家母，也毋过最近这几年所传出讲了钱哦，今年就租客40个人，也毋过员工是认为学校明明就有趁钱，所对正拍拼的推广部遮尔粗残。你为什么是用员工当牺牲品？讲话态度严肃、严正控诉学校文化大学提供教育部的员工指出，学校以有过108学年度抢劫会了超过5亿的理由，今年顶半年大规模租欠推广部员工。财报数字已经显示，中国文化大学在106年总盈亏只亏了7000多万，跟5亿相差何止一步之遥。我们其实不知道这个数字为什么会这样算法。也许数学跟统计精通的许教育长，您可以来做一个回答。推广部员工提出财报数据，指出学校虽然去年亏损7000多万，但是对101学年到106学年赚有1亿外。但是去年7月，推广部教育长柯慧芳上任了后，今年顶半年就租欠40个人，各有10个人接到7月租欠通知，其中各有工会干部，所以被质疑是不是在打压工会？你要解雇员工，你必须要先证明你真正的已经了，没有其他的安置或者辅导的措施。6月28号通知，7月9号就要解雇员工，明明白白的违反劳动基准法。针对质疑的声音，文大学校回应：5亿3000万的亏损是保守的财务角度，推广部若是继续了钱无改善，就可能出现这个亏损。而且2月份资遣无进入劳资争议庭事，6月底的资遣嘛同时提出比法规的离职方案更较好的方式，互员工选择。针对文大资遣案，教育部指出，学校人员理提应该依照法定完备后来庭事，搁系符合劳动法规。台北市政府劳动局指出，资遣是最后手段，车主应该尽量协助劳方，像讲职务调整，伫6月25针对40名员工资遣进行调解，按算7月初9，搁有第2版的调解。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的大空桥计划，希望使延伸100公里，已经完成整治的空桥。昨早起，台中市长罗秀燕无出席行政议会来抗议行政院的补助无到位。昨下晡，行政院长苏贞昌伫结束行政议会了后，就到台中实际来了解。
内阁台中视察汉溪排水大空桥计划，行政长苏贞昌早起车多主持行政议会，下晡就到台中，用行动表达对台中建设支持。李讲到台中市长罗秀燕早起原本要参加行政议会，却临时无去。苏贞昌对到市长话话：当家方知柴米贵，我上个礼拜就有告诉卢市长说，你为一个市就这么伤脑筋，我还要负担22个县市，但对台中市的需要，我还是会大力支持。台中市长罗秀燕不满行政院对地方补助无到位，只有口头好处，临时发泄抗议。副市长杨庆兴也指出，台中每年交1400亿给中央，却只得到几百亿中央补助款实在无够，所以去的电费、托育补助拢无够钱。苏贞昌讲，中央地方拢是希望人民更加好，政府补助无分哪力，亲像汉溪排水大空桥计划，议会已经同意支持6亿的经费。今年在办用地取得，那年底会做一个工程发包，那预计工期2年那到110年我们会完工哦。那它的规划主要是有顾及到生态还有水域的环境。这项大空桥计划拍算延续已经第101年完成的空桥计划，打造出水环境甲排放功能结合水岸，目前完成陆川桥甲日新桥的用地取得，今年10月动工，各公桥甲陆川桥段也将伫明年发包将结合成1.1公里的清水营造工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本土天狗类已经有4例哦，中西区东菜市为昨开始歇过2天来转药啊。台南天狗类防治中心的专家是讲，目前无证据显示天狗类会固定几年流行一遍，也毋过上重要的是民众必须要有正确的防治观念。天狗节防治人员当咧转药当中，不管是便利商店也是市场，都是袂当放过任何时间。台南天狗节本土病例疫情到即阵累计4例，被看做是感染源的中西区东菜市啊，嘛因为安尼休市2天全面消毒。市政府的策略呢非常清楚，我们透过呢社区志工的防疫，我们透过防疫队呢基本上去组成，透过社区村里的结合，然后呢让这个社区能够去巡守，然后呢把这样的一个防疫的这个组织建立起来。市政府神经病真案展开防疫工作，民间是有学校伫校园内面的水沟啊，饲大肚鱼和孔雀鱼，有效甲蠓仔囝食掉，成功阻止蠓仔的滋生，更加有附近社区地方团体拢来遮学习。遇到大雨大水都冲不走，而且我们也都没有养它，自动繁殖，长期有效又省钱省力。2015年天狗节伫台南市大流行，病例数超过2万例，甚至讲有112个人因为安尼死亡。学校内面饲食蠓仔的鱼啊，社区民众大自称家家户户顺道清路，防疫就敢若全民运动。但是今年解放第4冬，危机搁再升悬，敢讲天狗节疫情会周期性来发生。台南大流行那一年的前年，高雄大流行，那其实短短2年它就大流行了，所以这个周期性不一定是几年一个周期，然后民众的习惯也会改变哈。大流行的时候，大家看到积水就会清啊，那隔了几年都没有流行，政府又把它控制得很好，那民众也会淡忘哈。虽然周期性的讲法真歹有定论，不过天气暖冬和落雨，再加上民众更加成降低，今年民众的防疫工作确实让人烦恼。若是会当唤起民众的意识，全面防疫对疫情才是正港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体育方面来看，台湾的空气型的选手林英兴哦，伫拿坡里的世界大学运动会10公尺项目摕到铜牌，团体赛嘛摕到银牌。今仔透早进行的男子体操队的比赛嘛摕到1面银牌。真专心对准目标，台湾射击女将林英兴伫决赛前12发射完了后排伫第1，可惜第13发射无好，却印度甲捷克选手拼过，最后以225.2分摕到铜牌。林英兴是台湾真期待射击新人，去年伫国际赛大丰收，青少年世界杯甲世界杯冲完赛拢摕到第2名，去年迄站阁摕到金牌，是台湾第1个摕到世界杯金牌女将。团体赛部分，林英兴嘛甲蔡依婷、陈坤君连手伫女子10公尺空气步枪摕到银牌，互中华代表队伫拿破里世大运有好彩头。Because it is the turn of Li Chi Kai.
伫鞍马用招牌 Thomas 回旋，台湾鞍马王子李志凯伫世大运男子体操新队竞赛展现卫冕的气势。李志凯伫鞍马项目用高难度动作，摕到19.15个5分。中华队落尾以总分172.85控加输给日本，摕到银牌。这嘛是台湾参加世大运以来第一面体操新队竞赛奖牌。教练林玉成赛后伫面册表示，感谢各界支持，才能一直创造台湾体操新纪录。所以两天，家己全年甲单项继续拍拼。记者综合报道。南美国球队宣布要转会队长林鸿玉伊是讲大家心情加减会受到影响，也毋过相信公司会做出上好的选择。总教练洪一中是顶礼拜就知影，伊嘛认为讲球队毋是解散，所以爱用平常心来迎接后半年的球季。冬至30年下半季初5开始，南美国队的球员做伙拜拜，祈求一切顺利，继续保持好成绩。春运了后，继续进行接球甲拍球的练习。球员甲平常时的训练拢同款。针对球队要去互转卖的消息，队长林鸿玉讲，是初3中昼临时去互找来球场，领队当面宣布了后，球员才知影这个消息。当然当下会有一些，怎么会这样子？可是相对的是，他把他讲完之后，然后他又开了记者会。我相信选手就是，明天我们还是下半季开始，还是要调试自己的心情，然后。对啊，对球赛或是下一步的话，我觉得就是把它准备好了。心情多少拢会受到一寡影响，毋过无伤大的冲击。林鸿玉讲，相信公司会做上好的选择。总教练洪一中嘛讲，顶礼拜就知影讲要去互转卖，迄当初嘛感觉无啥物意外，因为10年以来一直拢知影讲公司要继续经营有偌困难。球场的翻新啊，然后二军的建构啊，洋将的增加，球员的增加。这个在都需要经费假如说再继续这样撑下去的话，我想或许还会影响到南美国的本业。唔是解散，是转卖。队员甲职员的权益无受到影响。洪一中表示，做家己应该做的，就是比赛甲赢球，用平常心来迎接后一个球季，向3连霸来拍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县伫上乡发现已经消失30年，用要断种的参高鱼，嘛阁发现讲已经消失40年的2种植物，咱做伙来了解。这块蓝地就伫咧伫上乡复兴村一个真大的稻仔田中央，面积超过20多公顷。社区居民今年发起社区水文生态资源调查，所以挖伫蓝地水域，获得一种30多年进前捌是地上便当菜。做白鱼干的鱼仔，毋过后来所消失的台湾特有种菊地是细集这种鱼仔。菊地是细集伫2017年的时阵，去农委会列作国家濒危物种，而且敢若伫宜兰、花莲、台东3个县市的正水水域才会当看到。这个发现对地上乡的生态环境真重要。捞大浪鱼，我马上把那个照片传给懂鱼类专家的老师，他说：“这个就是那个鱼。”那它会不见的原因，就是可能就是有很多的工程啊、农药啊，或栖地破坏，甚至外来种入侵等等，导致于它现在变得非常非常的稀少。另外，社区调查阁发现讲2种区域灭绝的蓝地沙科食物，一种是体型较细刺茧沙，一种是生长伫水边台湾上悬的克拉沙。社区嘛呼吁讲政府要赶紧来采取保护的作为。湿地的生态非常丰富，所以我们就放弃。给农民承租。我们把初步的那个调查好以后，那环境整理好，我们来申请，看是国家级的还是地方级的，给它保护起来。张耀成讲，目前已经甲林务局来配合，可能会采取低度开发的方式，做好蓝地保护。毋过社区发展协会希望讲会当赶紧甲蓝地内底危害到这3种动植物的外来物种处理掉，避免因受到生存竞争的威胁，搁一概来消失。记者综合报道。要带观众朋友来看白宫是美国政治权力的中心，有一个婚姻主题张敬仪，因为理论行到白宫采访美国总统8年外，伊是头一位得到白宫官方佮白宫记者协会相中认证的华人的白宫记者，伊嘛是白宫记者团内底唯一中文媒体成员这届倒来到故乡婚姻来分享伊伫美国采访的经验。
美国白宫，美国政治的心脏，通联世界的枢纽。而美国白宫也是我上班的地方。记者张经义由美国10年的采访经历，其中8年拢伫美国白宫出入，近距离的观察美国总统，写出第一手的报道。进前伊对着美国总统 Trump 到日本参加 G20 高峰会，伊要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转来到台湾的故乡婚礼，和乡亲分享伊精彩的经历。我觉得现在缺少的就是走出去的那个自信。在世界的舞台上面，我们要对自己的文化、对我们自己语言是要有自信的，那你才能够在世界的舞台上面跟人家做竞争。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登上美国的总统专机空军1号。要对婚礼2轮行到美国北京无简单。张经义31岁，就正做是头一个得到北京外访也和北京记者协会相顶认证的华人北京记者。伊也是北京记者团当中唯一的中文媒体成员。我在德国柏林。Bonjour, bienvenue à Paris。如果大家呢这个努力，我们都有机会走出台湾，把荣耀带回云林。张经义的演讲为婚礼的乡亲开阔国际观，伊把家伫咧美国权力核心的地区观察写作是北京意见这本册，望要带予台湾社会一个无同款的角度来思考国际情势变化。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爱文的酸亚是大吹，酸亚分级机器只会当分大细粒个重量。台南南化区农会分级包装场有一位酸亚的歌手杜秋桂，伊看设计个品质唔那紧就准哦。到底要好食爱文爱安怎来拣？咱做伙来看卖。唔那用目睭看，手会目斟酌踏入爱文的品质，无到1秒的时间，就已经甲爱文分级又个紧又个准。伊就是山野的专家杜秋桂，伊讲见山野无虾米撇步，主要是望了久、看了久。当年爱文咧大出的时阵，经过伊的手所见的山野，一工都有上万粒。啊，落看目睭看色字啊，看色字啊，看色泽，哎呦，啊大细粒，个看好人扛落啊，这样尔啦，无1秒的时间，差啦。这是台南南化区农会分级包装场，这些农民在规车爱文来这分级包装，再交予农会去卖。机器会使分爱文的粒头大小，也个重量。也毋过机器分卖出来的色水甲品质，就要靠人的目睭甲手去拣。好诶，歹就要人看，机械无人选啦。杜秋桂表示讲，爱文的色水愈红，甜度愈悬。若是色水红了，真招闻，而且摸起来10白，这种爱文上好食。记者综合报道。以早乌鱼的奶子是真少，也毋过今年受到暖冬效应的影响哦。八卦山区的乌鱼的奶子产量只剩1成，产地价格嘛创新高，一斤就要80块。这几冬气候无稳定，果子受到暖冬影响，奶子的产量是愈来愈少，价格嘛得咧愈起愈悬。2016年分园的乌鱼奶子产地价格是一斤40块，过当年起到50块。去年2018产量有过去6成，价格全落甲剩10几块。想袂到今年奶子的产量只剩1成，产地价格花甲一斤80外块。今年就无啥物要大盘的收啊，就无物件通交啊。价格最好的，阁是无物件。农民表示，因为会当收的奶子真少，有遮尔好的价格嘛是趁袂到。嘿，今年我的乌叶，阮家乌叶完全无收啊，80无法度啊。趁无？嘿啊，都有80，咱就无。啊，若有8块，咱就有啊。这是农民啊，看天食饭啊。来到市场内底，有卖奶子的果子蛋嘛无济，因为价格阁伤悬。物件产量少啊，少都无物件，无物件就是贵啦。分园农会总干事强调，奶子的经济价值有限，价格起起落落。农会嘛已经开始辅导农民改进家比等等较有经济价值的作物，提高农民收入。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的少年人哦，真是惊收藏红仔哦，这个风潮嘛影响着中国大陆。为了要进入中国这个真大的市场，日本的厂商专工伫上海来举办展览，嘛吸引真侪人来捧场。完全依照漫画林背完成寸草打造，变形金刚的模型都徛伫会场中央，吸引大家注意。上面有真侪漫画游戏甲虚拟角色红仔。
这是全球上大规模的年度模型红仔展。这场伫上海举办展览，吸引世界各地红仔收藏家、甲放假迷来到这。厂商嘛用所有撇步，展出各种限定版本的产品甲真样的模型，吸引消费者。因为红仔市场伫日本是已经没落，这项展览选择伫中国举办，就是看到这几年来一直成长的中国市場。日本でもすごい人気の商品なので、中国のお客様も今回非常に早い段階で売り切れたので、引き続きまたスータンホビーさんとかの方と組んで、ラインナップもかなりあるので、その辺でスワロフスキーをどんどん展開していきた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す。随上真侪年前，伫日本少年族群都真流行收藏红仔。红仔为办家、游戏家、虚拟人物、到历史场景、古迹动物、日本文化，以及平常生活中啥物拢有。后来，佮脱离单纯收藏的展示，真侪收藏家想要为红仔中找到过去美好的记忆，甲红仔当作一种新的瓦壳。镜头转到这间伫乌萨卡郊区有20年历史的红仔公司，这当年设计400款的红仔。每一个红仔拢展现模型制作真有的工艺。对业者来讲，每一个红仔拢是艺术品。未来希望会能结合流行文化甲传统变作特色，互国内外红仔收藏家参加到这。その時その時の流行りがありますから、博物館で売られる美術的なもの、アートなものはずっとこれからも100年も200年も経ってもきっと売られると思うので、僕たちもそういう歴史に残るようなものをこれからは作り続けていきたいなと思ってますね。红仔模型主要是独立的艺术品，伊嘛是各种主题周边商品。日本办家商品的市场规模当年超过5000亿票，差不多新台票1400亿。其中红仔占真大部分，看出来这红仔是真吸引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墨西哥总统欧布拉多伫这礼拜提出真大型的军事和治安改革计划哦，包括改选28万人的陆军和海军，成立国民卫队，未来会重视毒品和边界的治安问题。大批休假当中的警员请便后，又掀起首都 Mexico 市的联邦警察总部头前，抗议政府高层借着改革的名义，打击基层警员的士气。Es que no respeten nuestra antigüedad, porque como al ejército, a la marina sí se les respeta y a nosotros como policías federales no. 墨西哥现有的联邦警察差不多40500个人，但是维持治安的毋那是警方，28万名陆海军当中，数量超过18万的陆军，常常奉命支援扫动毒品、打击犯罪任务。2016年逮捕大毒枭古兹曼的攻坚行动，都是联邦警察、陆军和海军特种部队联手上界典型的一个案例。嘛，因为安尼，欧布拉多伫咧就任总统了后，就拍拼推动军事和治安改革计划，其中上界重要就是由法国的国家宪兵队成立国民卫队。Protestan honrar y defender con lealtad y constancia esta bandera. 这是顶个月底伫 Mexico 市举行国民卫队正式成军的典礼，初期的规模是7万人，到2023年会一步一步扩编到15万人。成员拢对现役的联邦警察和陆海军抽调过来，所以编组编了真紧。实际上，对美国总统 Trump 伊呛声讲要提高关税，逼使 Mexico 严加管制中美洲非法移民以来，国民卫队就定定出现伫北边挖近美国的边界，以及南边挖瓜地马拉的边界。逮捕非法移民，这是欧布拉多中正军警组一个计划，除了面对基层警员的反弹，和总武器完全比较正规军的国民卫队，嘛变成执法的主力，引起未少质疑的声音。路透社报道指出，欧布拉多家己嘛知影讲，要彻底融合军警变成一元化的治安武力，实现的可能性其实并无介悬。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的加州伫初三立法通过禁止职场佮校园其实别人偷门行哦，这嘛是美国的第一例。美国纽泽西州一个高中小演的选手，去年伫比赛时阵，去裁判要求讲爱甲头顶的头毛尾割掉，才会当继续比赛。无法度之下，伊竟然会当当场割掉，引起真大的争议。未来这种状况袂阁出现伫加州，因为州长纽森初三的时阵同意禁止学校甲职场发行歧视的 SB 188封管法案，变做全美第一州。
提案立法的加州州议员何利米切尔等等，一名非洲的女性伫边仔见证，嘛欢喜甲大声喝休。非洲的本身就是深黑色的球毛，无特别整理就会变做爆炸头。真侪人拢会选择白头毛尾，也是玫瑰头等等的造型来整理。所常常去互别人看无，伫学校去互欺负，伫工作场所去互认为无专业来去影响到升官，甚至是去互死头路。非洲的常常去做头毛的所在，真侪人客拢是来甲头毛电复的。毋过其实有愈来愈侪人无满意，是安怎配合外界眼光标准，改变家己天生的模样。I'm going to get that pull into the office like, hey, I like your hair, but that'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You know, you might want to change it. And I have a lot of clients who do work in corporate role. And now they're like, okay, I'm about to wear my natural hair because it's being accepted. 非洲的女性是美国头毛产品上大的消费者，为着要甲头毛救复直，维持头毛金骨顺，常常来接受化学物质，嘛会因为安尼去影响到健康，甲开真侪钱。提案的参议员表示。希望讲会当拍破大众甲这场，当期用欧洲认证做标准的审美观，互深色的皮肤甲球头毛袂阁变做因自卑的原因，保护群族身份的向定。今年2月份，纽约市嘛通过要降的立法。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各地天气，咱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华东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的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